阳明交通大厦环境工程研究所开14年时间，研发出零废弃物循环型的都市农园，住伫都市大楼的民众会当伫家己厝里的露台种菜，也过当饲鸡。利用回收的塑胶干仔，加上饮水用的材料，水就使自动互顶悬的土壤吸收，差不多30天就使种出青菜，而且成本只要1000块。它很轻，好，很轻，好，然后它就可以在家里阳台啊，或是任何地方，好，找一个25×25的空间来做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种菜。那这一盆的组合，我们连那个引肥通通帮你准备好，种子也通通帮你准备好，好，拿回去倒下去就可以照着我们讲的就可以种了。除了种菜，团队佫利用空间饲鸡，逐工拢有新鲜的鸡卵通收。还想讲，即马大家来到学校，看到满满的青菜甲鸡卵，感觉真趣味。就是我会拿这些菜跟蛋回家，然后我们家里都觉得就是蛮特别的这样。基本上就是种当季的，好，那当季的蔬菜是最好，而且收成也是最好。好，那其实很多菜都可以种了，哈，什么 A 菜啊、小白菜啊，好。疫情期间，民众拢尽量选择地厝来煮食。阳明交通大厦环境工程研究所开14年研发出这套最循环、零废弃的都市农园，让民众在厝内地当设开心农场，轻松种菜饲鸡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